文兰社区扩大预防犯罪宣导游行，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警察局第六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、金华派出所赖杰贤所长、议员卓淑慧、林美燕、南区区长肖秀华等贵宾，做伙来游行宣传预防犯罪重要。为今仔开始暗时10点，到2月15暗时12点，是咱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。拢总有15天。今年的这个工作主轴同款是治安平稳、交通顺畅、民众安心。阮分局呢已经动员所有的员警，和咱民力，包括咱在座这守望相助的这大哥大姐，共同来维护咱南区的治安和交通。咱每一档拢伫这个所在来举办这个治安这种宣导的活动吼。办理吼，有共款有这个巡守队，但是要像咱办甲咧有声有色，真正无。所以无摕牌啊拍破啊一个好，搭你拍破啊安尼啦吼。真正无简单，感谢大家为着咱社区的这个治安吼付出这样多。咱的文兰里长吼，他是这个龙头做的带领的，我们在社区里面也好，里里面也好，做了就是讲，甲咱里面追求贴切，所有的活动。我想咱的巡守队是咱的，会当讲是咱台南市数一数二的吼，莫讲咱南区啊，是台南市数一数二的，若要比赛拢是伫第一顶的啦。这10年来哈，秉持的我们社区的治安哈，这样不分日夜的全力的一个配合巡守。那其实我一直有在全哥的那个 FB 看到各位哈，在巡守守护这个家园这么辛苦。那在这边代表市长感谢大家。里长陈清泉表示，文兰社区每档的同行拢会办理游行宣传，举办至今已经有20活动，目的就是希望提醒民众在春节期间要做好防毒措施，加强各项预防犯罪认识。今仔是咱台南市政府呢，咱全国同行头一天。同行这时间都15天啦吼，因为咱会当文南里呢巡守队已经20几天啊。当年同行迄天呢，阮的大游行，甲咱里面呢报告，讲需要出国佚佗呢，会当甲咱文南里巡守收登记，咱派出所甲巡守队加强巡逻，所以伫遮呢，互大家过年过得足欢喜，所以伫遮呢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平安。这场由社区发起的游行，结合守望相助队、警察甲民防。公所甲民代所组成的游行队伍，透过放送头向社区大众放送防抢、防偷、反诈骗等多项宣传，以营造平安、和乐、温馨的家园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